各位晚上好，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先嚟睇新聞提要。市委書記郭文海到東區街道調研城中村改造同安全生產工作，強調要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更高質量推進百千萬工程，有序高效推進城中村改造，推動城市內涵式發展，讓城市建設發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眾。詳細內容：1月16號，市委書記郭文海到東區街道調研城中村改造同安全生產工作，強調要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更高質量推進百千萬工程，有序高效推進城中村改造，推動城市內涵式發展，讓城市建設發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眾。白山片區地處城市嘅中心地帶，包括大柏山、細柏山、山際尾3條自然村。轄區以自建房同老舊小區為主，現有建築年代久遠，基礎設施相對落後，同不遠處充滿現代化氣息嘅購物中心形成鮮明反差。郭文海深入大街小巷，實地調研城中村改造工作，聽取有關部門同屬地街道匯報，並察看愛國衛生運動開展、人居環境整治等工作成效。佢強調，城中村改造既係民生工程，亦係關乎城市形象嘅發展工程。柏山片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要堅持規劃先行，參照沙江片區模式，結合實際科學謀劃空間形態、功能品質，為有序高效推進城中村改造夯實基礎。要強化專班統籌，精準對接民生訴求同城市發展需求，科學論證可行方案，到排工期加快進度。要強化黨建引領，深入做好群眾工作，構建共建共治共享嘅社會治理新格局，不斷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同安全感。沙江墟集市起源於南宋時期，喺明清時代開始繁榮，歷經800幾年發展，至今依舊興旺繁盛。郭文海深入集市攤位、香山新街市同市場管理方、商戶、市民互動交流，詳細了解安全生產、誠信經營、貨物溯源、迎春花市籌備等工作。佢指出，沙江墟傳承數百年，煙火氣歷久彌新，但其功能配套、環境風貌等方面，與現代城市嘅發展要求尚有差距。要以片區整體提升為揸手，持續優化基礎設施佈局，不斷完善配套功能，有效盤活資源，豐富多元業態，集聚旺盛人氣，打造成為城市一景。要加強消防安全管理，緊盯關鍵領域，強化風險管控，壓實各方責任，從嚴從細從實落實防範措施，有效壓制各類安全事故發生。要強化食品安全全鏈條監管，落實主體責任同風險防控，嚴把貨源關、檢測關、質量關，紮實做好春節期間市場保供、食品安全等工作，確保廣大市民群眾食得放心。趙東航參加調研。本台記者報道。中山市2026年第39屆慈善萬行活動已全面啟動。1月17號，中山舉行簡樸嘅捐款儀式。郭文海、尹念雄、莊樹俊、李長春等市4套班子領導帶頭為慈善萬行活動捐款。第39屆中山慈善萬行活動主題為同心奮進百千萬，博愛繪就新中山。自2025年12月至今年3月，中山將圍繞主題開展系列活動，包括博愛齊助百千萬工程繪就中山新篇章、農行杯徵文活動、百家企業義賣嘉年華活動、慈善公益晚會、元宵節巡遊同答謝活動、紅十字博愛送萬家活動、感恩社會各界人士亮燈儀式等。本台記者吳耀華報道。記者從中山市紅十字會第7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了解到，過去5年，市紅十字會喺人道救助、三救三欠事業推進，助力百千萬工程同鄉村振興，參與基層治理，推動慈善公益事業發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工作中，體現咗新擔當。人道救助工作係紅十字會嘅重要工作之一。市紅十字會通過年年舉辦慈善萬人行活動，積極參與58人道公益日、99公益節等網絡籌款活動。5年嚟累計籌集款物9.65億元。我係從事教育幾十年，咁我哋中港英文校過往32年呢，我哋一路咧將我哋嘅慈善教育呢擺喺我哋嘅首位。
所以每年我哋嘅慈善嘉年華啊，同埋參加呢個萬人行啊，咁我哋嘅廣大嘅家長同學生呢，都相當努力，每年呢都為松山市個紅十字會嘅慈善工作呢都籌到幾十萬。同時，市紅十字會不斷完善恆常人道救助服務體系，持續開展博愛送萬家、愛心陪伴成長、爭當圓夢人、點亮微心願、愛心傳遞關愛行動等公益項目。5年嚟，全市紅十字系統開展恆常人道救助近3.2萬人次，發放救助金6100多萬元。其中，市紅十字會實施恆常人道救助超5000人次，發放救助金1100多萬元。慰問困難家庭超3.6萬戶，資助困難學生超1.1萬人次，幫扶器官捐獻困難家庭141戶222人次。微心願項目籌集款物9.5萬元，為345名困難群眾提供精準幫扶。5年嚟，中山逐步完善市鎮街道村社區3級應急救護培訓網絡，建成應急救護培訓基地5個，喺全市公共場所部署 AED 等急救設備368台，培育註冊救護培訓師資103人，累計培訓初級救護員5.9萬人，開展應急救護普及培訓覆蓋69萬人次。在造血幹細胞捐獻方面，5年新增入庫志願者800餘人，成功捐獻50例。在人體器官捐獻領域，5年來全市累計成功捐獻203例。目前我市器官捐獻產出率達4.95，每100萬人口器官捐獻率最高達10.24，位居全國第一梯隊。近年嚟，全市紅十字系統支持8千萬工程項目400幾個，投入資金近2.8億元。中山紅十字會依託19支直屬志願服務隊，常態化開展各類便民服務。本台記者鄭玉華、林良宏報道。1月16號，市長尹念雄主持召開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工作推進會，深入貫徹落實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做好2026年投資工作，着力擴大有效投資，奮力實現1季度開門紅。尹念雄強調，要提高政治站位，統一思想認識，堅定信心決心，深刻認識做好投資工作嘅重大意義，切實增強揸項目促投資嘅責任感同緊迫感，以超常思維、超常力度、超常舉措揸好投資工作，聚焦固定資產投資持續發力，以有效投資支撐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尹念雄強調，要堅持目標導向，錨定全年目標任務，倒排時間表，細化作戰圖，強化重大項目帶動，紮實做好項目儲備，項目化、清單化，持續擴大有效投資，以最大努力爭取最好結果。要堅持問題導向，全面梳理項目要件審批、資金配置等情況，強化資源要素保障，完善協調推進機制，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超長期特別國債、中央預算內投資、專項債券等各類資金，深入推進投債貸聯動，全力保障重大項目加快建設。要強化結果導向，壓緊壓實責任，樹立重實幹、求實效、創實績嘅鮮明導向，營造比學趕超濃厚氛圍，激勵全市上下真揸實幹、爭先進位，奮力跑出高質量發展加速度，確保1季度實現開門紅，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奠定堅實基礎。葉紅光、周作德、歐陽錦泉、陳輝東、陳夏廣、郭淵參加會議。本台記者報道。近日，2025年度中山市無償獻血工作會議喺市會議中心召開，陳輝東出席並就2026年無償獻血重點工作進行部署。會議對2025年度全市採供血服務工作進行咗通報。據介紹，過去1年全市獻血總人次超4萬，獻血總量達7.37萬單位，其中上半年採血量增幅位居全省前列。2025年，中山喺省級無償獻血工作會議上作經驗交流，並獲通報表揚。中山市人民政府小欖獻血屋獲評2025年全國最美獻血點，全市無償獻血工作取得紮實成效。
增加方面，南朗、民眾、五桂山、神灣高標準完成年度獻血工作目標，喺獻血量、千人口獻血率等關鍵指標上表現尤為突出。陳輝東強調，2026年係15+5規劃開局之年，全市各部門必須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積極落實國家相關規劃與戰略，持續推動無償獻血事業高質量發展。我們今年繼續加強無償獻血的工作，加強各個街道、各個部門合作，領導帶頭黨員幹部率先去獻血，加大推動獻血者還有及其親屬用血後的一個報銷，醫院結算之前就直接減免。優先用血方面，我們現在借用小程序，符合條件的就直接去申請，當天內就可以審批。目前中山正積極聯動全市醫院，探索針對獻血量達標嘅獻血者喺參與掛號、就診、住院時提供便捷服務嘅措施，多渠道提升中山獻血服務能力與水平。本台記者陳超明、吳堅文報道。1月16號下晝，勞動築夢向新而行中山市勞務工匠宣講會喺中山市供電局舉行。6位嚟自前沿領域同關鍵崗位嘅技能英才齊聚，講述佢哋如何創新，用創新同堅守助力中山向新而行。全球具新移動輔助機器人領域嘅開拓者趙勇分享咗點樣用硬核科技解決實際搬運難題。這種機器人技術呢，不應該是單純的去炫技，我們要落地，科技要溫度，我們真正的服務到這種搬運呀，還有這種行動障礙人群的出行，這是我們不變的追求。創新不止於新興行業，亦深深扎根於傳統基礎設施嘅升級之中。作為全國工人先鋒號代表，嚟自廣東電網中山供電局500千伏文山巡圍中心嘅陶冶，講述咗電網人點樣喺數字化浪潮中踐行鐵軍精神。保證電力安全穩定供應是我們的首要責任。現在呢，我們正在大力推行數字化電網的建設。首先呢，就採用智能巡檢以及大數據預警，能夠武裝我們自己。同時，先鋒號這個榮譽也是對我們整個團隊迎難而上、攻堅克難的最好詮釋。每一次的技術攻堅，都是詮釋着這一份擔當。除咗乾貨滿滿嘅分享，現場仲通過原創歌曲禮讚勞動美。呢場融合咗科技感、堅守與藝術感嘅宣講會，唔單止講述咗多個維度嘅奮鬥故事，更點燃咗全社會向新而行嘅熱情。我覺得創新和擔當不是遙遠的口號，而是我們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我也想在自己的崗位上多琢磨、多貢獻，精益求精。本次活動由省總工會指導，市委宣傳部同市總工會聯合主辦，旨在強化中國工人大師正課嘅品牌效應，激發各行各業嘅創新與堅守。無論是尖端的科技，還是基礎保障，創新與奉獻就在我們的身邊。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征程上，我們希望激勵更多的一線職工立足崗位，勇於創新，敢於擔當，匯聚成中山奮進的磅礴力量。活動仲為2025我是領學人線上主題閱讀活動評選出嘅10位年度領學人進行咗頒獎。本台記者報道。今晚嘅中山新聞就到呢度，稍後仲有城市零距離。